来啊，咱就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的羊。今日恁若听伊的声，各位兄弟平安，欢迎咱各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咱首先唱吟圣诗第67首，我心学了上帝。我心学了上帝，请大家起立，吟全首。咱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用永远的疼来疼阮，你无永远看阮歹个，你无记让阮歹个，你无照阮的罪过款待阮，也无照阮的罪恶报应阮。你的慈爱对阮，哪天离地遮尔悬，互阮的罪过离开阮，哪当离西遐尔远。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有创造天地海甲其中万物。主啊，阮的身躯、阮的五脏、阮的骨头，拢是你排列你的创造。主啊，是你照你的时间，互阮出生对母胎，你怀抱阮一生，将阮的一生记在你的生命册上，用来带阮每一天的道路。阮每一天的道路，要行以前，主啊，你用替阮行过。主啊，为着听阮世间人，
你阁差遣你的独生囝耶稣来到这世间，伊本有上帝形象，甲你同地位。主，但是为了听，为了顺服，伊甘愿谦卑，降落世间，看无家己，受逼迫，受困顿，死在石地顶。死伫石地顶，第3天对世人讲国话，洗清阮一切罪，互阮有国话的愿望甲快乐。主啊，但总是阮常常无照你的话来行，无照你教训来做。主啊，阮常常无照你的大使命为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到全地极来传你的福音，互万民做你的学生。主啊，阮也常常无照你的大诫命来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听主阮的上帝，也常常无听厝边敢若阮家己。主啊，求你顾念阮，就是土粉。主啊，你顾念阮的软弱甲软弱。现在用你的宝血，搁一届来加强洗清，赦免阮的辜负，互阮有搁一个无亏欠的良心，来到好胆来到你施恩无造情，来求你施落恩典怜悯，做阮随时的帮衬。主，阮感谢你，在7日中上岁早起，你阁有召集你的囝儿来敬拜你。主啊，这圣殿属于你的，这教会是用你的名设立的。主啊，阮以爱你伫圣殿中掌权。主啊，以爱看到你坐咧悬悬的宝座顶，你的衣裳看满全圣殿。主啊，阁有希腊兵对立，你两个膝热面，两个膝热骹，两个膝咧背，因拢彼此呼叫讲：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耶和华，伊的荣光充满全地。主啊，阮真意爱你的荣光充满阮的圣殿，互每一个人来遮，只有看到主一人，无看到人的座位。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实在对阮有遮大的恩典。主啊，阮求你即时。用你的圣神自由运行伫圣殿，你开阮的目睭，开阮的耳孔，开阮的心，互阮会当专心来听你的话语，专心来听你的教示，专心来仰望你。主啊，叫你发动来自阮内心的圣神来感动阮。主啊，互阮会当因为你话语的快乐提升阮，互改变阮的生活。正做你意爱的生活方式，会当来荣光上帝、你伫人。主，阮安尼祈祷是无够额，我们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讲：愿你天意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成，伫地里亲像天意。愿你实行互阮，赦免阮辜负，如阮也赦免辜负咱人，无遗传。我就来启用第35篇，第圣诗页表第53页，我来启，请大家来印。启用35篇，第圣诗页表第53页。
见啊恁喙焦的，就来就滚水。来啊，毋免银，毋免价钱。恁啥事浪费钱？要迄个袂得食的物。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物。着趁耶和华通找着伊时来找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归耶和华，伊要怜悯伊。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搁倒转。互野种的有种子。我的喙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清白发生，内退草气。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咱搁来吟诗276首，诗曲我欠名主276首，诗曲我欠名主，请大家起立念全首。
请坐。赞美迦南诗班，我心出声唱歌，我心出声唱歌。多谢迦南诗班用遮水的声来学了上帝，一切赞美归有至高的上帝。今物咱来攻读上帝话，有两个所在。头一个所在是以赛亚书第55章第6节，第二个所在是马可福音第15章第21节。犹太耶和华通找到伊时来找伊，伫伊三军的时就叫伊。马可福音第15章第21节，有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甲罗弗的老爸，对山场来，
按遮过，因勉强以三角器来压耶稣的十字架。以上，上帝祝福听伊话、佮照伊话去行的人。今日咱中间是请台湾圣爱院院长陈牧师来正道。伊的正道的题目是：在信仰路中生信的小拄。在信仰路中生信的小拄，按用恭敬声来领受。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今日非常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代表着台湾新学院，伫即个台湾新学院的奉献纪念主日，来到伫咱双连教会，来向咱所有的双连教会的兄弟姊妹，伫遮来请安，也传达上帝的话。我知影上帝伫咱双连教会真侪代志顶面，上帝有伊真正奇妙的带领。也互咱双连教会有真正丰盛的恩典。我也知影，因为咱领受上帝这个恩典，所以咱双连教会过去伫真侪真正要紧好的事工顶面，咱拢用这个上帝互咱的恩典，咱来见证上帝。所以咱有真侪真好的回应。特别伫过去台湾新学院，咱也受到双连教会真大的帮助。我知影，当然毋是干那新学院。咱有真侪教会的机构，也是讲一寡弱小的教会，拢得到咱双连教会真大的帮助。我会记得伫8年前，当台湾新学院的董事会来爱我承接新学院的院长的这个任务的时，我伫迄个时阵真正着惊，我惊吓，因为我想讲，我敢有够这个气力。敢有这个才调会通接这个任务，所以我甲董事会讲，互我一段时间祈祷。当我开始祈祷了后，我后来渐渐知影上帝有伊定着的心意。我也渐渐知影讲，上帝伊啦呼召我、竞选我，上帝的确会照伊所应允的来带我行。台湾新学院头前的道路，所以伫迄个时阵，我后来答应董事会的邀请。我嘛知影，伫迄个时阵，伫进前台湾新学院已经努力一段时间，伫前院长林丰信牧师的带领下面，咱开始要办教育部的立案。台湾新学院这间新学院是自140几年前，当马介牧师对淡水开始伫遐传福音了后。伊所引出的第一批的基督徒中间，伊就训练因做传教者，然后对安尼开始有即个新学院。所以到伫迄个时阵，已经140年左右。一个140几年的新学院，要会通入教育部的立案，遵守教育部真侪的规定，会通讲毋是真正简单的代志。其中有一项上界明显的。就是讲，伫迄个时阵，咱要立案的时，教育部的这委员第一摆来学校看的时，因发现一项事，就是学校的建筑物拢真旧啊。虽然咱会知影讲旧色旧香看起来真水，但是迄建筑物伊拢是50档以上的年纪。所以教育部的官员甲这委员因看到了后讲，这个建筑物应该爱整修哦，啊无恁会拄着困难。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了后，我实在心内真正重大，因为我常常咧想，新学院每一年的经费都咧无啥够啊，哪有经费通去整修这的宿舍、教室，也是礼拜堂。伫我拄到这种的困难了后，我开始祈祷。有一摆我读到圣经内面，伫尼希米记。上帝通过伫耶路撒冷的人去甲尼希米迄个时阵已经去到伫外邦，伫遐伫国王的身躯边咧做大神。伊听见伊故乡来的人甲伊讲这个代志了后，伊心内知影讲伊的故乡
的城墙，就是耶路撒冷城墙，已经受拆毁。伊甲上帝讲祈祷，讲若有法度，伊愿意倒去修复即个城墙。上帝然后就开始一段真正奇妙的代志，互伊真正有法度倒去遐，搁伫遐来修复迄个城墙。当我读到即段经文，我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你若伫古早有法度，互尼希米甲耶路撒冷发生即种的代志，咱台湾新学院现在面临即种的困难。上帝，我相信你嘛有法度。就安尼祈祷了后，我也引带台湾新学院的老师、学生做伙祈祷，我也请董事会为着即个代志做伙祈祷。通过安尼，即个消息传倒来到伫咱双连教会。咱双连教会中间有人受到感动，开始关心即个代志，然后来组成一个叫做尼希米赞助会。通过安尼，嘛毋是干那即个尼希米赞助会，咱有抑阁有其他的兄弟姊妹做伙关心着新学院遮的房屋的整修，所以后来一步一步渐渐的发展，互即个立案哪来哪顺利。今年为着要纪念即个代志，咱伫今年的纪念主日的影片内面，咱有翕一段，所以我要请咱大家做伙来看。凡是内面的即位长老，咱可能有真侪人熟悉。但是我要讲，即位长老伊所代表的是咱真侪兄弟姊妹做伙为着新学院关心大道即种互人真正感动的代志。请咱先做伙来看即个影片。主前445年前，先知尼希米伫个波斯宫殿中，知影伊的故乡耶路撒冷圣殿被破坏真正严重，伊就非常艰苦进遮祈祷。当我知影台湾新学院因为立案的关系，面对最的困难时，我就伫祈祷中甲上帝讲。我愿意学习尼希米当时的跨路甲负担，希望我会当决心为着台湾新学院，请做一个真正好、佮优质的神学教育的所在。台湾新学院亲像尼希米时代的耶路撒冷城，教会有圣殿通去敬拜，但是培育传道者的新学院。伊的城墙确实破坏。2010年开始，新学院准备向教育部来申请立案。2年后，教育部派评鉴委员来学校看，因发现学校的宿舍甲教室拢非常的旧。若要申请教育部立案，学校就要重新整修，来确保学生上课较大的品质。台神这个土地是环境保护区，受到禁建的限制。虽然教室、宿舍拢是50年前的建筑物，却无法度起新的校舍。阮面临真大的经费的问题，我请全校的师生甲董事会为着这个代志迫切祈祷。除了经费以外，还佫有制度面甲法令规定等等的问题。每一项代志，阮拢毋捌当着。伫拄着挫折甲困难愈来愈大的时，上帝赐下伊的恩典。2014年，真侪热心的董事、教会的长老甲兄弟姊妹同心祈祷了后，共同来成立尼希米赞助会。1年后开始整修礼拜堂，同一年大洲町教会也奉献一笔钱来整修校友会馆。伫这个立案的过程，上帝听咱的祈祷，帮助台神通过各种的挑战甲困难，最后通过教育部的立案，伫2016年招收第1届的学生。
大神的入案虽然充满着困难甲挑战，却互咱搁较看见上帝听大神的心意，而且后世的中间也搁继续伫咧进行。我非常感谢上帝，伫上界关键的时刻，感动教会的兄弟姊妹来关心神学院的议题甲建筑物，安尼，互学校的老师会通搁较专心伫对学生的教学甲灵性的培养。通过教会兄弟姊妹甲神学院老师的合作，咱同心起造教会，就亲像尼希米时代的耶路撒冷百姓，一手做工，一手提兵器。对天曝光到日头落山的时，为着要起造城墙。我非常感谢所有关心神学教育的兄弟姊妹，亲像圣经所讲的，对耶和华所得到的欢喜是咱的快乐。愿上帝纪念这所有的一切。不过，城墙还未完成，神学院的整修也搁剩最后一里路。所有受上帝拣选的兄弟姊妹，咱着爱奋起，来完成这个时代修整城墙的大使命。亲爱兄弟姊妹，咱知影圣经内面甲咱讲，当上帝伊调一个人，当上帝伊呼调一个人的时，事实上，上帝是要互这个人通过伊后面所要行的路，会通搁较认捌上帝，会通领受上帝搁较侪的恩典，会通甲上帝哪来哪亲近。咱每一个人拢是受上帝所调的。咱每一个会通成做基督徒、认捌上帝恩典的人，咱事实上拢已经开始伫上帝调咱来行这个信仰旅程的这段路。检查咱有的人已经10档、20档、30档、50档，咱有的人可能较少年，也是讲咱捌主的年月较短，所以可能敢若3档、5档。但是咱捌认真去甲想无？当咱开始行向这个信仰的旅程的时，咱伫这个信仰的过程中间，咱是毋是有愈来愈渐渐进步？咱举一个例，伫圣经内面，咱知影讲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爱离开伊的家乡，对伊本来老爸的家出来。伊出来的时要去倒位，事实上，迄个所在伊毋知影，伊毋捌去过。但是这是一个信仰的旅程，通过群体上帝。伊将来有机会愈来愈认捌上帝，也亲像耶稣调伊的12个学生，耶稣爱这个学生放下因的工课，专心来跟着伊。通过安尼，这个12个学生成做后来初代教会的使徒来建立教会。伫教会传统内面，咱也知影讲，有真侪人将灵性的进步。譬如亲像是咱一个朝圣朝圣的过程，朝圣就是讲，伫古早，因有的人是爱要去耶路撒冷，有的人是要去罗马。因知影讲，这个耶路撒冷也好，罗马也好，这个是一个非常伫咱的信仰内面非常重要的地点，所以因要去朝圣。古早人因去朝圣的时，甲咱现代人无共。我相信咱可能有真侪人捌去过耶路撒冷，咱去，咱是坐飞机去。咱去敢若亲像一个观光客，我讲敢若亲像观光客，但是我讲，其实咱做基督徒去耶路撒冷，毋是观光客，咱是去朝圣，咱是要通过去认捌耶路撒冷所发生的遐个代志，耶稣甲12个学生甲初代教会所发生遐个代志，咱通过安尼要认捌耶稣基督。所以古早人因去朝圣，因是用行的，不管因住伫欧洲也好。住伫巴勒斯廷也好，因是用行两支脚一直行，因可能准备10档、20档所欠落来的钱，
为着要去耶路撒冷一抓。通过伫即个行的过程中间，因会拄着真侪困难，有可能会破病，有可能拄着危险，有可能拄着抢劫，有可能亚线。当因拄着遮个危险、困难、亚线的时，有真侪人拢会想讲：无归去，转来去啦，上艰苦啊啦。但是即个雕成的意思，就是通过即种不断的训练，看咱有法度继续坚持落去，无？坚持落去，一直去到伫圣殿，去到伫耶路撒冷，然后伫遐敬拜上帝。通过即个过程，对咱的灵性是一种的训练。然后，搁对遐，搁行到倒来。咱现代人，咱也可能坐飞机去，做一个观光客去伫遐住伫饭店内面，咱可能无一定有真深的感受。但是我要讲，无要紧。对今日开始，咱每一日所过的生活，是一个雕成的过程。伫即个雕成的过程内面，咱爱问讲：上帝，你要引带我，要对倒位去？咱人生的目标，有真正照上帝爱咱行迄个目标遐无？咱所要去的所在，咱无一定真正清楚。咱现代人，咱若要去一个新的所在，咱手机摕起来 Google 一下，咱就知影讲要安怎行。哪行哪看即个手机顶悬，咱就知影要安怎行。但是咱会通想象20几年前，咱过去拢无即个导航装置，甚至无地图的时，咱若要去一个所在，咱要安怎去？咱爱问人，问遐个捌去过的人。遐个捌去过的人，伊会靠伊的印象，靠伊的记忆，甲咱报讲你去到倒，若看到啥，你就爱画正手去到倒，看到啥画倒手。通过安尼。咱去找路，我要甲咱讲，咱的信用的旅程应该是较亲像安尼啦，较毋是亲像 Google 地图啦。所以咱常常着通过咱的读圣经，通过牧师的讲道，通过真侪信用长辈因的见证甲分享，敢若是咧甲咱报讲，咱即条信用的旅程着爱安怎行。咱哪行的时，咱会后来，咱会发现讲，伫即个过程中间，上帝甲咱三角地带，也因为上帝甲咱三角地带，咱有时会发现讲，有发生一寡将来咱过去毋捌想象会到的代志。咱若已经信主较久的人，咱家回想看卖，是毋是咱信主了后，咱所经验到的真侪代志？事实上，是咱过去还未信主以前，咱所毋知影。伫今年的暑假，我是第3摆带咱即个教师培训队去到伫缅甸。即个教师的培训队是为着要训练即个缅甸即个真正善乡的国家，因伫遐的教会学校、的国民学校，还是国中的教会的遮个老师。所以，咱伫台湾组一团，其中咱双连教会嘛有一寡青年甲长老有参加过。阮去到迄个所在，甲因做训练。通过1礼拜的训练了后，结束阮倒去到伫缅甸的仰光，伫遐要停候第2日的飞机。所以，迄一日拄好礼拜日，阮这10几个，阮就组一个团，请当地的导游，请一台小巴，伫迄个市区内底行踅。早起是10点的时，拄啊做礼拜的时间，阮也去一个礼拜堂，叫做伊玛雷里礼拜堂。当我入去迄个伊玛雷里礼拜堂的时，第一，我去想起讲，即个礼拜堂几啊当前，我和咱台湾派去的宣教师，阮捌做伙伫遐敬拜。这是第一项代志，我想到。当阮开始坐落来，开始伫遐敬拜时，阮知影讲，因为迄10点迄场，毋是用因的缅甸的话因为因有足侪场礼拜，因也有足侪无共的民族，所以10点迄场是用少数民族的一个话。阮虽然这团中间有一个学生是对缅甸来台湾先来伊读册，伊会晓缅甸的话，但是伊袂晓这个少数民族的话，所以规场的礼拜阮拢听无。师会长老祈祷啥物，阮嘛毋知；牧师讲道念讲倒一段圣经的经文，我嘛毋知。但是当我开始坐伫遐的时，我发现讲，虽然我听无，全部的拢听无，我家己讲，无我就坐伫遮祈祷上帝。
伫迄个礼拜中，我经验到足奇妙的代志。过去我自细汉做囡仔开始做礼拜，到呾真罕得当到的奇妙的代志。即种的奇妙有通甲偌奇妙。我用另外一个故事甲咱大家讲，咱可能有的人捌听过英国有一个文学家叫做 C.S. 路易斯，伊有写一套小说叫做《纳尼亚传奇》，其中有一本叫做《狮子、女巫、魔衣橱》。即个故事是讲，因迄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有4个囡仔，真细汉5、6岁，一直到10多岁的囡仔，4个兄弟姊妹为着要走空袭，要灭空袭。走去较草地的所在，因一个亲情住伫遐，去秘伫遐。因家己囡仔咧佚佗的时，迄个上届细汉的，去秘伫迄个衣橱内底、衫橱内底，伊秘入去了后，伊发现讲，迄个衫橱内底佫有一个门，伊迄个门甲开开，伊怎入去另外一个世界？迄个世界是毋是咱即马即个世界？迄个世界是因从来毋捌去过。而且佫较要紧，伊入去迄个世界了后，伊发现讲遐个人拢捌伊，因为伊是迄个所在的公主啦。哇！大家看到因来足欢喜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伊倒转来了后，伊甲伊遐兄哥、甲伊的兄弟讲，因拢无相信。到第2摆，因佫有一个机会，佫入去迄个衫橱内底时，就真正佫对迄个门入去到迄个世界。毋是干那迄个上细汉的，伊是公主；较大汉的兄哥是王主。所以遮因4个人拢是王主、公主，拢伫遮有真重要的身份甲地位。嘛，因为安尼，因有一个真要紧的任务，迄个任务就是讲，迄个国家已经受到邪恶势力的控制，所以因爱带领遐个人民做伙起来反抗这邪恶的势力。所以因伫遐冒险。因伫遐拄着真侪困难，因伫遐嘛捌犯错，但是最后完成因的任务，完成了后，最后伊佫倒来现在即个世界。咱若看过这电影，咱会感觉哦，这电影真趣味。但是我要甲咱讲，毋是干那趣味尔。即个 C.S. 路易斯即个作者，伊是一个文学家，但是伊毋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家，伊是一个基督徒的文学家，甚至咱会通讲伊是一个神学家。伊用即个故事是要甲咱所有基督徒讲，咱人生的道路，特别是咱做基督徒的，咱的人生的道路，咱会晓将咱的道路交伫上帝的手中。咱的人生的道路会亲像伫这故事内面，《纳尼亚传奇》这4个兄弟姊妹啊，这4个囡仔共款，遐尼啊神秘，遐尼啊奇妙。亲爱兄弟姊妹，咱若想看卖，咱信主这个历程的内面，咱捌因为破病受到上帝医治啊无？咱捌因为家庭的困难，还是生理的困难，还是事业的失败，咱受到上帝恩典，甲咱照顾啊无？当咱若开始回想这代志的时，咱会发现有影，上帝的恩典是遐尼啊奥妙。咱有时可能愈来愈惯势啊，所以咱煞无感觉真正奇怪。但是咱若用这个角度去想时，咱会知影讲，事实上，咱家己的故事也好，旧约圣经内面的故事也好，是常常是真正真侪奇妙的代志。我举2个例，咱拢知影，摩西伊伫旷野，当伊伫旷野的时，看见刺皮互火烧，伊乞头啊是好奇、好言，想要去看讲啥刺皮较会烧。伊要挖进去看的时，雄雄有声甲伊讲这个所在是圣地，烫你的鞋，进前来。伫遐上帝有任务要交代伊，爱伊倒去埃及，带伊的以色列同胞出来，无搁再做奴隶。摩西伊当然伊感觉伊无这个气力，伊无这个才调，但是上帝拣选伊。就一定爱伊做这件代志。咱若感觉安尼奇妙，我搁另外举一个例，伫旧约内面，扫罗伊本来伫伊厝内面有一摆是因为因厝内面一群即个女子，去互放去，所以伊的老爸讲：你去出去甲找看卖。
啊，所以伊就带因厝内面的使用人做伙去找这个女子。但是当因找几啊日，拢找无这女仔的时，当地的人甲伊报讲，阮遮有一个先知，啊，无你去问先知看觅啊。当伊去找撒母耳先知的时，先知知影伊要来，而且扫罗伊本来是要去找因厝内面的这个女子，结果先知甲伊讲，上帝要立你做以色列的国王。伊要找因兜的情生，但是去找着上帝要引带伊头前的道路。这有偌神奇，这有偌奥妙。咱来用咱现代人，我用阮兜的故事讲互咱大家听。我的查某囝有饲2只真古锥的即个天竺鼠啦，天竺鼠。啊，有时伊拢伫客厅拢甲放出来，互伊伫遐走来走去。有一摆人客来门开开无小心，这天竺鼠全走出去啊！啊，走出去要安怎？我甲报讲啊，你赶紧去找啊！伊就出去找，去找。你甲想看觅，这后面是我想象的啦伊若出去找伊的天竺鼠，啊，找，几啊条巷仔找来找去，啊，含大家拢熟悉。过2礼拜后，咱毋是要选里长，伊全去互选着里长，你会感觉足奇怪啊袂？足奇怪，大家拢咧笑啊！我啊，有可能发生这个代志？但是你甲想，扫罗敢毋是像安尼？而且伊毋是选着里长，伊是受设立成做国王的。咱的人生，你若将咱的人生交伫上帝的手中，你毋知影会发生啥物代志。但是这个代志会充满着上帝的引带，充满着上帝的恩典，充满着上帝甲你三角之地。伫北美有一个神学家，伊是美国还未建国以前的一个神学家，叫做爱德华兹。伊是一个真正敬虔、认真敬拜上帝的人。伊的弟弟的一生中，事实上伊无真侪岁，差达50通岁尔。但是伊弟弟一生中发生真侪奇妙的代志。上帝互即个少年人，当然伊对本来就袂歹的家庭出来，后来有机会成做 Princeton 大学的校长。啊，伊伫过去，伊也捌做牧师、牧会，但是嘛捌有一段时间牧会了无啥好势，所以离开教会，去到伫较草地的所在。当伊去到伫迄较草地的所在的时，伊常常，伊伫伊的日记内底讲，伊常常入去树林内。伫遐哪散步哪祈祷，而且哪散步哪祈祷的时，伊的日记内底记讲1737年，伊有一摆去伫树林内咧祈祷的时，伊常常去感受到一个非常奇妙的异象的出现。伊感受到上帝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也是通讲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迄种的伟大、完全、纯全、美妙的恩典甲疼，充满伫伊的心内。然后伊因为充满着即种的疼，伊赞袂调，咱台语讲赞袂调，所以伊规个人倒伫涂骹，伫遐阿罗上帝、敬拜上帝、感恩祈祷、流目屎。伊后来小可安尼较恢复过来的时，伊讲大约有2点钟久。伊伫遐目屎一直流，大声吼，伊感受到一种非常迫切的愿望。要甲家己完全摒空，互上帝圣神来充满伫伊家己，伊愿意更较完全来奉献伫上帝的面头前。伊伫迄日记内底真正清楚记载即个代志，而且伊讲后来还佫发生几啊摆同款即种的代志。亲爱兄弟姊妹，今日咱读的经文甲咱讲。爱趁上帝找会到的时，找伊啦；趁上帝瓦近的时，咱来向伊祈求。咱每一个礼拜日来到圣殿要创啥物？咱敢毋是就是要来找上帝嘛？咱敢毋是就是伫遐来向咱的上帝恳求嘛？所以我伫遮要呼吁咱所有兄弟姊妹，咱爱用更较迫切的心，更较迫切，更较拍拼。更较认真的心，要讲主啊，我爱要找你。
主啊，我爱要明白你，主啊，我爱要明白你，我嘛爱要主知影主你要带我行头前什么款的道路。啊，主你甲我报的路，我要顺服，照安尼来行。有一个犹太的神学家，伊安尼讲，伊讲当上帝显现的时，可能是万年啊久尔，刹那之间，上帝向咱显现。但是迄个显现可能伊渐渐会过去，但是迄个显现伊的意义会影响到咱一世人后来所行的人生，拢会无同款。当上帝显现的时，咱会更较清楚，咱是误会的人。当上帝显现的时，咱会知影讲，上帝是遐尼啊疼咱，伊的疼是遐尼啊无条件，咱也无法度拒绝。甲我讲，迄一摆伫今年的7月，阮已经完成底选队的任务，倒来伫阳光的即个礼拜堂伫遐咧敬拜。我入去即个礼拜堂，因为因所讲的话，我全部拢听无，所以我甲上帝讲好啊，主啊，无我就心内安尼祈祷。当我心内在祈祷的时，上帝，互我真侪奇妙的感动。第一个，我所想到的是，22当前，我嘛有一摆类似的感动。迄一摆是因为我第一摆离开台湾，然后去到新加坡读册。当我第一个主日去到因的教会，伫遐咧做礼拜，因为是用英文的，牧师的讲道我拢听无。照讲是爱听有啊，因为人因本来新加坡就是用英文啊。我读的迄个课程嘛用英文，但是我的英文都无好，所以牧师的讲道我差不多拢听无。非常的挫折，我甲心内甲上帝讲求啊，上帝啊，你着爱怜悯我，规个拢听无。到后来拄啊好有圣餐，当领受圣餐的时，我甲上帝讲，主啊，加在这我知，甲我牧师讲啥我拢毋知，但是这我知，这是主你的保护，甲主你的身躯。我领受迄个圣餐的时，我知影上帝甲我三甲地地，甲我听无嘛无要紧。但是我甲上帝求讲，主啊，你也有法度伫使徒行传内面，伫迄个五旬节圣神充满的时候，遐个门徒因会晓讲起别国的话，啊，我毋免做侪国，我会晓讲英文就好。我着安尼甲上帝求。后来礼拜结束了后，我英文嘛是阁无好，但是通过久长不断的训练，上帝好有机会，后来阁去美国读册。后来我渐渐英文哪来哪进步。上帝听咱的祈祷，无一定照咱的方法，但是上帝知影咱的需要。所以我伫迄个，我即摆倒来讲伫阳光的即个以马内利礼拜堂的时，我搁一摆听想着去，规个礼拜人咧创啥，我拢毋知迄种的感觉。但是我回想伫过去这2年久的时间，上帝安怎一步一步带领，虽然经过真侪困难甲挫折，但是上帝拢无离开我。也伫我想起这个代志的相时，我知影上帝的恩典有偌大。上帝互我对当时一个传道，后来有机会去美国读册，然后倒来伫神学院服侍。伫过去这个入案的过程，即8年久的入案的过程，甲我影片内底有讲，拄着真侪的困难，但是上帝一步一步带领。后来2015年，教育部承认台湾神学院，过年2016年开始第一届的招生，到即马已经是第3届。而且今年招入来学生内面，我伫遮特别爱甲咱讲，咱有2个学生是对双联教会来的，这是上帝真大的恩典啊！哦，所以我真正感谢上帝。所以伫迄个礼拜中，我感谢上帝的时，我嘛甲上帝忏悔，我甲上帝讲，主啊，我真正见笑，因为上帝你互我遮大的恩典，啊，互神学院遮大的恩典，但是阮做了无好。有真侪代志做了无好势，求上帝怜悯。当我开始安尼祈祷的时，我阁感受到另外一项代志。上帝互我感受到的是，
伊是遐尼啊会稳定的上帝，伊是遐尼啊有慈悲疼叹的上帝。做了好也好，做了无好也好，上帝犹原疼我。上帝甲我讲，伊拢知，伊拢知。但是上帝伊犹原疼我，伊犹原疼台湾新人院，伊犹原疼咱台湾所有的教会。伫迄个礼拜堂，因为我讲几当前，因为我捌教一个咱台湾派出去的宣教师做伙伫遐敬拜。迄个宣教师伫旧年的年底，伫遐咧决定讲，搁要继续伫缅甸做宣教师，也是要倒来台湾的时，伊嘛后来嘛是去到伫即个礼拜堂伫遐做礼拜的时，伊听起逐种无共款的语言，伫遐咧敬拜上帝的时，伊的心受感动。所以即个宣教师伊决定要继续伫遐来做宣教师。这个是咱相连有哪参与有着的，即个宣教伙伴教会，共款发生伫迄个所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所要表达的是讲，上帝伊的奇妙奥妙，有时啊，毋是通过语言，是通过心意。上帝的心意向咱显明，咱伫咧祈祷中，咱明白上帝的心意，甚至伫迄上界听无的礼拜内面，我领受上界多，领受偌多。我捌讲，我甲第二堂的青年人讲，咱知影青年人最爱用手机嘛吼，我想咱嘛是啦。咱手机有时啊去到伫迄个收讯无好的所在，咱看讲啊，剩2格，剩1格，啊有时啊人电话卡袂入来，阮嘛卡袂出去吼，啊有时啊要上网要找资料找无，常常伫遐拢咧找无的时，甲比如亲像咱的灵性，有啥敢若伫旷野，敢若伫沙漠，咱要甲上帝祈祷，毋知上帝有听着啊无？咱家己嘛会想。啊，上帝可能有咧甲我讲啥，我嘛可能听无。咱常常伫信仰上，咱有即种的经历。我做一个牧师，做一个新人院的老师，我嘛有即种的经历。但是伫迄一日的礼拜中，我感觉的是讲，敢若上帝伊的讯号全部拢入来。伫迄个短2礼拜2点钟久的时间，上帝足侪讯号全部拢入来。头啊，我开袂开的足侪代志，伫迄个中间，上帝拢甲我解答。包括我头前刷落去应该爱行的道路，亲爱兄弟姊妹，有的代志毋是咱家己会当决定，特别是伫经验着上帝、找着上帝的即种的代志顶面，圣经甲咱讲，着爱趁上帝找会到的时，爱找伊；趁上帝亲近的时，来甲伊求讨。所以要紧的是，咱每一日。每一个时刻，咱来确信上帝伫咱身躯边。有时咱感受会到，有时咱感受袂到。但是咱每一日用这种敬虔的态度来生活，咱每一摆当上帝来向咱表明伊的心意的时，咱积极来回应。昨暗阮伫另外一间教会有一个门徒营，阮呼召青年人出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中间有5个青年人，因决志要成做传教者，要决志要来考神学院。我感觉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个代志。当然，上帝无一定调咱所有的人拢去读神学院，但是上帝可能感动咱做教会服侍，上帝可能感动咱去探访遐会需要咱安慰的人，上帝可能感动咱。去做真侪教会无共款的工，但是当上帝感动咱、邀请咱的时，请咱毋通拒绝，咱勇敢来回应。当咱1摆、2摆、3摆，逐摆拢勇敢来回应的时，咱会发现上帝甲咱哪来哪亲近，敢若就是一定拢伫咱的身躯边内底。亲爱兄弟姊妹，当迄个伫缅甸的即个阳光的礼拜堂。迄个敬拜结束出来了后，阮一群人10几个，嘛阁变做观光团，嘛阁继续伫阳光的即个街市，伫遐行来行去，伫遐咧做观光客。但是我要讲，亲像迄个神学家所讲的，当咱有足深经验着上帝迄种的经验了后，咱后面的日子拢甲以前无啥共款。
迄种的甘甜，甲咱心内的平安、喜乐，拢会含以前无啥共款。所以我要鼓励咱所有兄弟姊妹，咱更较深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咱也更较勇敢来回应上帝摆列伫咱头前所有的路站。咱甲主讲，主啊，我伫遮，你找我，爱我创啥物，我拢愿意，我拢愿意跟地主你的脚步。希望通过安尼，上帝来开启咱每一个人头前奇妙、充满着恩典、充满着各种的怜悯甲疼叹的道路。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主啊，阮满心学了感谢你，因为主你的恩典是遐尼啊大。你的疼叹是遐尼啊大，常常超过阮所想所求的。主啊，但是因为阮的小信，也因为阮的罪恶，所以阮常常看袂清楚，听袂清楚。主啊，但是阮要亲像圣经甲阮勉励，阮要趁主你会通亲近的时来亲近你，阮要趁主你会通倚近的时，阮要来求你。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对打开始每一日的路程，拢是行伫上帝你引带阮的路程。阮每一日拢要照上帝你的心意来活，做主你的学生。阮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帝祝福专心听伊教示、阁有回应的人。咱接下来唱回应诗歌，圣诗279首。我注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279首，注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请来起立，念全首。请坐。
咱继续用奉献来进行咱的敬拜。首先，我代表教会来欢迎新的朋友兄弟来参加我的礼拜。若还未填写留名卡的，请用座位前的留名卡来填写，交予收奉的职事，互阮来认捌你。奉献是咱基督徒的特权，来参与上帝的圣工，这是咱的特权。但是咱若是无方便的，也是无清楚的，请免强。咱开始。咱来做奉献的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万项物拢是主所属，将你所属的，我来奉献予你，叫你降插活力做圣工所用。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较济，咱做伙来关心教会消息，请翻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本就是总会所定的台湾圣学院奉献主日，非常的感谢台湾圣学院院长陈尚仁牧师代表。来本会第1场、第2场、第3场礼拜中正道请安甲报告，请兄弟做伙，咱做伙来关心台神的神学教育事工，并且为着台神教职员工
甲学生的服侍，甲心灵的健康，关心甲带导。第二项，敬老旅游，时间是11月27号、28号，是礼拜二、礼拜三，地点是亲近农场、日月潭甲九族文化村。费用本会年满65岁以上在职的会员2100块。其他的3300块。第三，圣诞福音大会是12月7、8，礼拜六下午1点半到3点45分，伫16礼拜堂，有请到何方来做生命见证分享，请大家关心参加。请现到第6页。圣委员会。消息：感恩节音乐发表会时间是11月25号主日，中昼12点30分开始，地点10楼礼拜堂。请翻开第8页。第8页遮有32位身体欠咱的兄弟，需要咱大家密切关心甲祈祷，请主怜悯医治。以上报告。咱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甲陆牧养带导。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几位兄弟姊妹。第一位是苏秀华小姐，咱伊是对高雄来高雄一心教会欢迎欢迎，请坐。第二位是黄胜辉甲陈光和，先生，伊是迄个元创技术过章节的查某囝甲囝婿，咱特别替伊祈祷因为光和兄伊即回有当选即个美国加州的托伦斯的即个市议员啦这对咱台湾来讲是无简单啦所以咱特别替伊祈祷个另外，陈水波先生，陈好，伫遮欢迎，伊是咱台北人欢迎，也是无上兄的朋友其他毋知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无遮有一位请问贵姓？叫周长远，我是那个。周我妈妈以前我是 Grace。欢迎，请来这个资料咱等下请这贵宾拢会当去甲咱的贵宾室咱边仔人来带去贵宾室，咱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教会牧师有像补充报告咱今日下晡3点伫7楼礼拜堂有一个全民台语一个协会因所举办的一个有一本册要出版所以一个纪念礼拜欢迎大家当参加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互阮伫同心伫你的面前来敬拜。阮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互台湾新学院，特别是谭院长因遮的同工。恳求主你赐福互因，互即个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学院，真正诚做你的器具，来训练教会的属伫你的路步。透过新学院的训练，互台湾的正教会拢有真好的这服侍者。透过安尼，咱台湾的正教会要复兴。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因。阮上时恳求主你供应因经费上的需要。阮也特别为着阮伫双林教会所有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互阮领受你的话，也会当照安尼去行。阮今仔日有新朋友伫阮的中间，阮特别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因，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互秀华姐、光和兄、圣辉姐以及水波兄、甲周先生，互因同齐领受你的恩典。无论伫倒落咧服侍你，拢会当荣光你的名。
阮将这个事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赐福。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赢510首，阿拉上帝至权至尊，阿拉上帝至权至尊，请起立吟全首。金线请陈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叹、甲圣神的相通，开启咱每一个人头前奇妙神圣的道路，也开启咱相连教会头前的道路，也甲咱每一个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万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强受差遣。